健康，心智平缓，勇行第2，再看第3抓的歌词，好大人度，一心抱负人命，客气的力真不足，靠家己无利益，热情开明，回家，英性引导无煞，拄着危险无论的，无险艰苦着活。第3个无简单，咱做伙来唱一遍第3段。第3节，回来。好，来第3段，做伙来预备，来。留遐这平安，即是咱用咱的手机来关起咱自凡心来听候，上帝的领导，请咱自凡心。我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一锤要为咱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只是咱来延续圣诗51首，咱只是来用现在来起立来学了。现在。
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传言的创造天地所在。我信耶稣，上帝是命，咱主，伊的现行和坏，伊在基督玛利亚之时，伊要高明的时候，变是的信爱所有，非常的对象有多好，你大嘴的专业的上帝话语，因为你要关心话，感谢他，关心信息，关心好的，信用的生活，所以才要的，对的话，另外的话呢，阿妹，请坐。这是咱来领受上帝话，咱来看启应文24篇，咱做伙来念答。所行完全从探耶和华的律法，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着用什么来称起伊的所行？我专心找你，求你唔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界面。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情因为忧苦来消融。求你互我离开干燥的路，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越看虚假。你的话将我救我。我有受苦，是做我的有缘。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疼惜你的律法到怎样？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下开拆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这是咱来做伙来祈祷，才能暗考祈祷。听我天父，阮感谢今仔日，阮军队由主保守来带领阮今仔日的崇拜，求圣神同在，阮通听上帝教示，互阮的目睭对头到尾用注目伫上帝的心上，听调上帝话。当阮拄着困难无怨怨，阮选择信靠主，阮伫生活中。假使无如意，无论是得时或得时，上帝你的祝福随时甲阮同在。阮欠亏时，你也总是充满，实实在在的听。阮感谢主，为阮的罪做定义是的。阮知影正人的软弱需要医治，需要投降，求上帝你的力量伫阮。心就来脱去污秽挂衫，指引阮行伫正确的路地。求主耶稣智慧，帮助阮伫逐个服侍顶头，阮有热情，也有尽力伫逐个事工顶头，阮也有会当处理拄着状况的事，阮也有能力处理，毋仅伫工作伫服侍顶头，求主你拢来教我智慧，阮感谢。阮的同工表职愿意有负责的态度来服侍逐样的事工，只是阮的整修也已经伫礼拜天咧进行第2阶段的建筑，求主你也继续为这一切的施工的品质、安全、完全来祈祷，求主互这工人。伫施工的中，因保守因对一个每一个环节，拢有主
会指示也是注意拢伫中间，也为着教会因为整修所需要即经费，愿求主来带领，互阮会当将上帝所交托的代志，会当阮除了阮伫遮会当伫礼拜堂，而且伫聚会，阮是毋是受到阮家己伫信仰顶头会当做咱厝内光环，求主来引带，来，互遮个青少年会当明白耶稣行天父话，也装备阮伫教室顶头做老师的、做辅导的，有好的模范来分对基督。求主来差遣，就较听主的声者，会当投入事工。求主帮助，阮不断的思想，不断的思考，阮甲主的关系，阮深深伫基督的真理，伫生活中，阮会当得到实践有运用。求主进入阮的心，互阮的信仰更较更新。阮仰望实在救恩，阮只是愿安静，用平稳的心，愿为着肉体需要帮助、需要医治的兄弟，求主来医治，来赐予有气力、有体力来受到主的医治。愿充满信心甲盼望，求主来带领，愿祈祷无完全。咱做伙用这声主教士主祷文来祈祷。我的天父，我的主，耶和华，耶基督，耶基督，我的心来我，在我口，只说我是，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6章1节到7节，以赛亚书6章8节，咱来看，咱做伙来看，我来读。当迄时，学生家己坐坐，有讲希利尼话犹太人对希伯来人出怨言，因为特别的攻击，无顾着因的寡妇。12个使徒叫正学生来。对因讲，阮从上帝的道路放下来甲你食食，唔合皮，所以兄弟啊，着对恁中间经有好名声、受神甲智慧充满的七人，阮就设立因管理这个事，阮要全部祈祷传道，正人欢喜这个话，是经司提反。伊是有信甲圣神满满的人，佮经腓力、波罗哥罗、尼加纳、提文、巴米纳，甲捌伫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来，互因徛伫使徒的面前，就祈祷，甲因还手。上帝着你较兴旺，伫耶路撒冷学生的少年，甲家庭真侪，祭司顺服伫。福音就这，以赛亚书章8节，我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一水啊，一水要为阮去，我就讲，我伫遮
通找我，即是时班，然后来学乐是我伫遮找我，临时时班临时选，读书讲座的题目是我选上去做听领袖。现在还要见大家平安。
教会是啥物？每一个人的答案可能无共。有的人想讲教会是礼拜堂，有的人想到的是教会土地的价值，有的人感觉教会就是团体组织，有的人也讲教会是交朋友的平台。有人想讲教会是学古琴、学音乐的所在，有的人感觉教会是开讲、办活动的所在。圣经讲教会是啥物？圣经形容教会是基督的身躯，是充满万物的基督所完全充满的。真明显，圣经和教会的定义，毋是一般世界人掠讲的。教会是土地，是建筑物，是财产。圣经形容教会所讲的，是一群人，是一群愿意军队耶稣的人。伫耶稣的时代，叫做门徒，台语换做学生。今日咱所讲的，就是基督徒。圣经讲，每一个基督徒拢有圣神的大配力伫内面。以弗所书记载讲，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得运行的大能力、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照理来讲，教会以及所有的基督徒，拢应该满大配力，也毋是。我毋是讲教会也是基督徒亲像超人一样，不过至少是甲世间人有分别。有一位宣教师形容现今普遍伫全世界的教会，伊无法度活出大有魄力的见识，是因为大部分的教会拢处在休眠的状态。所以伊坚持讲，教会需要对休眠的状态进入工作的状态。等教会内底的信徒醒过来了，教会就会醒过来。使徒行传第6章今日所读的圣经内底，这个故事发生伫第1世纪。迄当阵，教会虽然拄着反对的力量，总是教会内底的人数愈来愈侪。圣经第1节记载讲，过无偌久，门徒的人数一定加添。中文翻作那些日子，门徒增多了。当然，这就是信心的工作。愈来愈侪的人跟对耶稣当然是好的事，不过人变较侪了后，人事的问题嘛会变做较复杂。教会内底本来好好啊，座位真侪。现今座位可能无够，本来人有遐尼济时，一切拢无问题。本来去便所真方便，无问题。即摆去便所可能需要排队。这嘛算讲是小问题尔。当时教会内底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忽然间对希伯来人来感觉无爽快。圣经记载讲，原因是希伯来人甲因的寡妇忽略，因讲
恁忽略阮的寡妇。本来是工作的人，本来是上帝讲的兄弟，即摆分做两边，恁的甲阮的。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就是伫教会内底受希腊文化影响真深的犹太人。好亲像真济伫国外长大的人共款。虽然父母拢是台湾人，毋过因的生活的方式已经甲外国人无啥差别。旧约圣经记载，吩咐以色列人毋通歹款待孤儿寡妇，爱特别甲伊照顾。初代教会较富裕的信徒。通常会将伊的财物奉献予教会，教会就将这财物分配，予较三请的、较爽脚的信徒会当教育。这是圣经所记载。这段经节所讲受忽略的寡妇，应该毋是干那一个人的人受忽略的寡妇可能人数嘛袂少，基督教会需要设立一个特别的单位来负责处理这件代志。不过，成立这个小组去处理代志本身较简单，爱处理人的问题就较复杂。本来一件真单纯的事件，若加入人甲人之间无共的看法，若有人感觉无爽快，产生批评甲怨恨，就变做较麻烦的代志。即马讲希腊话的犹太寡妇受忽略的原因。真可能是因为负责照顾犹太人寡妇的同工是讲阿兰文的犹太人，就是第一集所讲的希米来。对以后伊选出来办理食物的代志的人选的中间，就会当快出内底的名配列巴罗格勒、尼加纳。提门、巴米纳以及改宗入犹太教的安提阿、尼哥拉，因的名字真显明，这个人拢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教会安尼安排，可能会解决生活以及人甲人之间的关系。今日这个教会毋是一间专业的公司，教会无法度逐项拢是找专业的人专门在做，嘛无法度亲像外口上班共款，做无好就互人洗头路，随换别人去做。所以教会真济个事工工作要办的代志，可能拢做袂好势，普遍拢感觉讲，大家好就好，莫要求遐尼济。所以真济个教会拢无法度进步，这是一直以来教会爱面对的难题。因为教会是一个大家庭。伊要处理的问题有够复杂，除了例行的事工，做礼拜就无书会音乐，设计读圣经的进度，祈祷会训练领袖牧养的工作以外，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需要拢无同。有的人夫妻冤家。有人甲人之间教育囡仔的意念无共，
有人需要找头路，财务的问题、升学的问题、感情的生活、健康、开刀、外厝、生囝、教育，一直切头。这一切议题拢伫教会内底直直咧进行。教会的需要甲时间是走袂开开的，若有需要，就需要设立时间去甲伊满足。不过，遐尼济的需要，到底倒一项大心爱开始？教会的时间需要有工人出来，才会当完成。所以教会需要有判断的能力，会去决定什么是教会真正需要的，排列顺序是什么。堆基还没拍好，就无需要去讨论买倒一种椅仔。不过，人的需要是有用有尽，大家拢感觉。我的需要爱受关注，到底教会怎样去决定？十耶稣道伫正人面前真清楚表达伊的立场。伊讲：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阮就宣讲上帝的信息的工作放下底，去管军队日常的生活的需要无效。这句话真清楚显示，虽然每一个需要拢应该受到关注，每一个需要拢真重要。不过，教会关键的领袖唔通为着满足阿里阿扎的代志，唔知影你无用啥。上帝的托付是爱照顾，照上帝国的优先顺序来行。价值的重点，永远是祈祷甲宣扬上帝国的道理最大先。一个注重祈祷的基督徒，才有困难活出得胜的生活。一个注重祈祷的教会，才会当活出教会应该有的困难。一个注重祈祷的传教者，才会当有困难去宣扬上帝国的道理。一个注重祈祷的修会、调集会，才会当共同搁较了解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是啥物。一个注重祈祷的人，才会当困难抵着世俗的影响。所以圣经有记载讲，唔通互世俗同化，颠倒互上帝教阮改造，甚至得到更新。互我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看做好、搁完全的真理。一个注重祈祷的教会，才会当活出圣洁的特质。不过，假的大家拢知影，伫实际的状况的中间，怎样去推动、去建立、去保持健康的祈祷的生活，是教会以及教会内底关键的领袖上大的困难。我会记得以前，我拄着一个教会内底的人，我就甲伊邀请去上间的祈祷会，伊的表现是退后2步。我当场有点吓一跳。后来我反省，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安怎？我唔知影答案。不过，若是讲迄天我是甲伊邀请去吃大餐、去喝酒、去看电影、去打球，
唔知影你赶快是退后2步，还是往前2步，我唔知影。如果这间教会和无重要的代志所占据了，是很危险的。除了基督以外，这段圣经2摆讲到传道的使命，大声使徒大声去宣布讲，我将宣讲上帝信息的工作放下地去管分配日常生活的需要面向。了后，伊讲，我要专心伫祈祷甲传道的工作。教会的方向，毋是对世界的脚步来行。教会提供的服务，毋是干那为着斗结，安尼念。教会提供是世界无法度提供的需要，重点就是上帝讲的道理。这是咱会当互世间人上好的礼仪，所以教会将迄个宣讲上帝国道理放下地，然后去用阮其他的代志冲昏头脑，我想这就是失败。这2项代志的顶面，使徒强调的态度就是大义犯罪全部，中文翻作忠心。撒旦的计谋就是，互咱伫无用的逐项的事务的中间，无法度专心去做上重要的代志。第30记载，使徒甲会众讲，所以兄弟啊，恁着伫恁中间选一个有好名声、受圣神充满、阁有智慧的人，我通任命因办理这个代志。受选出来的职事，就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也就是讲伫正经伫埋怨的迄边的人。原本伊是要求使徒爱加强甲伊服务的迄群人，最后伊受委派去担当一项职务。兄弟姊妹，莫干那伫埋怨甲计较教会倒一项做无够好，你看到的、你受到的，无一定是真相。因为有时阵有一台车做嘞，一台车跑得很慢，特别慢，不一定是引擎或者是底盘有问题，有可能是它的轮胎没气。我的有责任，就是假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直直受讲教会会当互我啥物引导兵，去受上帝要垂听我伫教会会当贡献啥物，我会当替兄弟姊妹去做啥物。当一个教会的兄弟姊妹拢伫积极的投入服侍的时阵，教会的人数的问题就会减少，因为每一个人拢有正确的代志在做。通常足够发言的人，就是遐个无代志做的人。在战场上面，像头前去打仗的那个士兵军队。永远都是士气最高昂的，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最亲密的，因为他们忙于在作战，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埋怨，只有在10公里以外，那些士兵支援的10公里以外那些士兵才会埋怨说吃得不好，洗澡没有地方。地板太硬，其实教会嘛是同款。
那阁有一项真要紧的代志，就是当教会面对食饭的问题的时，咱来看《使徒行传》，去选人间的原则是啥物？伊选人的原则，毋是去找熬煮饭的人，会当切菜的人，会当做希腊美食穆萨卡的人，红酒炖牛肉的人。因某选那些会煮菜的人，圣经记载说，伫恁中间选7个有好名声、受性情充满、阁有智慧的人，我通真认真办理这个代志。有好名声表示迄个人伫教会中是稳定的，是有好的见证。世界上真侪真有迄个才调的信徒，不过伊欠缺的是稳定的品格，到尾会将代志舞下去。真侪人伫换教会，毋是因为伊本身无才调，是因为伊有法度甲别人斗阵。这个好名声的人，伊会当得到别人的信任，以及伊是一个稳定的人。第二项就是受性情充满，表达选出来的人，伊甲上帝关系是真好的。性情充满作为标准，毋是讲伊有特别的什么款的特别的经验，乃是一种互别人快出来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别人会看到这个人，上帝甲伊同在，满有气力的人。咱若平常拢无伫祈祷，嘛无要读圣经，有白服侍的时，才来求性情充满。我想讲，大概是无啥可能。咱平常就爱甲主相甲行，真自然则会别人看出一种无共款的气力。平常是啥物人，侍奉的时就是啥物人。周间的信仰是怎样？礼拜天、礼拜拜日的侍奉就是怎样？第三项就是智慧充足，智慧充足。这款的智慧充足，毋是干讲世间的学问专业尔，是讲迄个人会了解上帝的心，伊会照上帝的法度去完成任务的人，毋是靠人的方法。选上适合的人，伫适合的职务上侍奉，是教会成长的第一项要紧。教会有真侪的事工，迫切需要人起来承担。这无代表咱会当凊彩去找人去做。有上帝国个工人的人才会出现，上帝国这当有机会有重视的人去做。当下下这款的条件的人选出来了后，使徒行传记载，使徒才甲伊换手祈祷，找天伊去工作。这个记载表示上帝真看重这个办食饭的这个代志。第70记载，上帝的信息继续传开，伫耶路撒冷的门徒的人数加添真侪，阁有真侪祭司嘛听探这个信仰。当教会需要得到满足，当教会内底关键的领袖搁较专注伫祈祷传道的代志顶面，教会就会当从休眠的状态被唤醒，进入 high performance 的模式。
当我们每个人跟上帝对齐，当我们每一个团契小组跟上帝对齐，当长子会跟小会跟上帝对齐，我们一起把最好的献给上帝，上帝的教会就会继续平安甲成长。请诸位来读。特别上帝今日是圣神降临节，有圣神降临，降伫阮中间，守住阮气力，守住上帝国嘅眼光，互阮看见伊嘅心意是啥物。嘛求你兴起较侪嘅人会当做伙来承担上帝国嘅使命，做伙来去做教会，有万百成就你嘅学生。为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然后今天是今日是圣礼殿吼，那请苏委员来准备吼。伫圣礼典还未开始，咱的圣诗，吼，咱即时来圣诗333首。请咱继续回应上帝的话。
即摆来古田新义店，大家来坐伫唱好啊，信息218首，信息218首，首第一集就好。会环基本吼，那请你来到头前吼，请来到前面。会环这是参加迄个松树幸福小组被揪吼，所以一进前伫长庚医院洗礼，现在在长庚医院做乙肝哦，所以因为松树幸福小组，那在小组里面找着盟友，今日想要来进行信仰告白吼。这条网站是靠摇晃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会员姊妹伫咱的面前，是伫伊进前已经受洗礼，伫咱要行信仰告别，来告别因的信仰，通受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主所听的会员。你进前的时已经受洗礼，结连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个教会的会友，属于伊。伫上帝面前，你要承认你进前的洗礼，以及早前甲上帝所立的约，来归属伊，献家己互伊，或重新誓约要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是我的，我也伫我天父的爸的面前要认伊。所以，我们劝勉你，就告别你的信仰，伫上帝个正人面前来诚实、来应答我所问你的，唔会完。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信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所有。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也无。你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道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好，请大家来起立。这样子唔会还，你早前甲上帝所立的约。即时你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互我靠教会的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南国小会的官兵接纳你最悲惨的会员，有份伫你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去做你的教会伫地上，阁有应允要保守伊到龙尾。阮感谢你对这个伫正前属落的恩典，嘛感谢你互教会对回还者就分上帝来欢喜。阮感谢你，因为对伊的受洗
你互伊有份伫基督的体。阮感谢你，因为伊有得到信仰的朋友，以及伫生活得到好的帮助。阮恳求你赦免伊的种种的罪，伊即时要奉献家己互你，求你用你的恩典接纳伊。伊就凭你的圣餐，要接纳主耶稣的身躯甲血的时，求你互伊得到你的疼，来有份伫你的恩典。主啊，用你对顶面来的能力保守伊，互伊永远属于你，日日伫圣神的引带来进步，伫你的永远的国的内面。阮要安尼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妹，我们拍手来，来请坐。像回翻这请人有伫遐无？有伫遮无？那我们请那个松树小组的人站起来，我们去恭喜啊！我们是。来教会牧师代表教会来办这个信仰告白的证书哦。好，我们来请小委员出来接纳哦，小委员。恭喜。好，我们证书的组长哦，证书组长，能拍手。那我们请那个种树小组 A、B 全部出列。种树小组的成员哈，我们一起来，这是我们幸福小组所结的果子哈。口罩给拿下来哦，好，来看一下哦，来1、2、3，拿过来，来这一张，1、2、3，好，谢谢。好，即摆来鼓励圣餐信息288小第2节。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三角小组的圣餐。今仔日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凡归依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凭我的人不断围绕，信我的人永远为水当。就凭我的人，我不断无停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所听的也是姊妹，
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说的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慢慢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每迄年有提饼作啥来变伊讲，这个是我身躯为着恁破盘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就安尼旁规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年有提饼作声。所以，咱以伊的名，照伊的模样来生来感谢上帝，请诸位来读。主上帝现在，阮照伊的命令摆设这个殿城，为着要纪念伊永远的祭司，阮欠你叫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拜伫你面前的部落族，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食出阮属灵的培养，也为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破坏的，恁着行伊来纪念我。好，请侍卫员，请我们长老来服侍。耶稣的身躯。像还没洗礼的，也这唔免提。如果你还没洗礼的，请你不要拿。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做位来领受。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如果会出设立咧，今日你就是用今日来纪念我。
长老来服侍。啊，未洗礼的朋友，请暂时免听。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今日你们是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诸位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记主的死，伊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咧。我们一起来祷告。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特别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神父的一体，就是受祝福重视的信徒，也是你永远会国的护佑。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让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神，求你欢喜接纳阮，刷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待以后会通用跟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谢谢小木。
奉献，请两位同工来到头前来提咱的茶啊。其实我来报告，咱今仔日同工的事务，请咱来家己看。伫下礼拜同工的重要的事务，请咱注意伫事务的顶头。礼拜聚会到暑假分配，咱也请咱来家己看。伫讲的消息，今仔日礼拜。举行新内顶成年式是郑伟军、张淑玲这是拢李华丽，信用个别是楚桂琪、杨小珍王火环咱也特别教会有举办真侪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以及甲咱的门徒训练。咱伫遮要特别咱为着成人对伫当初来教会，也是你要想要搁知影圣经内底真侪真好的故事。刚才你也知影咱兄姐知影有信心的基甸、大律师、参孙，以及充满智慧的律师斯德波拉，咱遮的故事，那我相信咱的兄姐一定可以读书。这个伊嘛足济，但是咱伫6月15、22、29，伫礼拜日的下早10点到11点，有伫里头208的教室有金沙堂有咧讲解对伫雅虎塔这个雅虎塔是啥？咱这里可能会感觉不是很熟悉，但是咱有请到咱教会对伫圣经的听理咱的讲述内底有真好的讲师来甲咱讲这个故事，咱甲咱做伙来分享对伫伊的故事来经历上帝伊信息的恩典安怎来翻转伊的人生。
我们伊的人生，我相信咱伫圣经内底，咱会看记载真侪因的每一个咱所熟悉因所过程因的过程起起伏伏有诶从破碎到人生的顶点，但是这对伫咱的信仰对伫咱信徒，但是从来到教会，我相信有这样做的特点，欢迎咱老师间来参加。本月杨牧师要前往芒大教会来交换讲台。本月普世的协会定伫7月22到26来举办品格夏令营，就是每一日就无住伫教会拢逐日咱就是时间到就转去伫厝诶欢迎各中欢迎厝内各小诶小朋友来参加。我知影即个咱诶同年咱暑假拢外口有真侪诶夏令营有很多很吸引人的但是咱教会咱持续逐年拢有即个夏令营，咱有足侪外口诶小朋友也是家长做伙来参与我实在讲教会诶即个咱所请诶老师遮个训练的老师，对于小朋友真有耐心，而且呢，每一届小朋友因所伫遮所受的夏令营，他们都念念不忘，所以呢，阮教会每一年拢会伫遮在举办假使你的厝内有国小的小朋友还未报名，请咱紧来报名。听讲这个非常火热樟树小组伫6月7号有分值另外一个种树小组的 B 组，伊聚会时间是伫拜六下晡2点到4点伫艺术厅的教室。请咱若假使有时间这是 B 组的时间是伫拜六下晡2点请邀请兄弟老师间会当来参加。第一届的蒙图训练伫6月底要结束，定伫7月初6要举行毕业典礼。当日咱是台华语联合礼拜第2届的蒙图教育训练伫7月初尾开始，课程呢拢总有4期，预计伫2026年6月底来毕业。咱即时也开放报名，请咱未报名的兄弟来向咱的教育组长会务长老甲咱各小组的组长来报名。对于8月17有全教会会议有联合礼拜，请咱第2而且咱讲员是请着叶天祥牧师来甲咱会议。这个联合礼拜，这嘛是联合礼拜，伫8月17，8月17。中纪会决定对9月份开始车道咱咧净空，就是无停车。咱请兄弟是安那要有即个咱的车道净空的，其实我真感谢咱教会真正有一个腹地会当停车但是停车大家人总有秩序的都很有秩序。但是经验有当时就是咱若有新的会友，因为咱教会会愈来愈侪有新的会友会来到咱的中间通常咱有位咱就停所以因为我们刚刚也无注意无注意到所以挡伫迄个车道即摆后壁的车若要咱假使礼拜要刷走咱就刚刚要找迄个车主的伫遐的4个广播啦所以有当时真正会造成困扰，所以呢，而且呢，除了讲头咱若是较早来到教会开车的兄弟，咱就甲车停咧，咱才有一个头顶嘛咱就尽量甲停咧后底。咱阁有头前遮有迄个划停车格，咱嘛会当利用只是讲到9月份的时阵，阮的车道就会净空
净空啊，吼车辆会当入来，甲出去拢会当顺序，这是伫遮要特别向兄弟来报告。咱继续咱伫祈祷中，咱为着厝内调养的兄弟甲带年的兄弟来来祈祷。虽然伊无法度来到会，但是我相信兄弟也为着遮软弱的身体软弱的因的心这来祈祷来祈祷我们起来为着教会咱1楼礼拜堂甲3楼礼拜堂的整修整洁奉献继续来支持甲祈祷。酒保内底的奉献，假使有叮当，请咱来向会记出来见证咱来看这礼拜今仔日的根据记载伫使徒行传6章30，咱做伙来读。所以下底你中间好名声甲第阮关于咱个一解所以下底你中间好名声甲第存活阮关于以上。这是咱来上元511首，上元511首，平时上请牧师来祝祷。咱台湾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跟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保证。阿门。请咱用纯净的心，咱搁一摆听到主的。